Hello 各位，曾幾何時咧，卡洛斯咧都可以算係一個 3D 打印機嘅 KOL 嚟㗎，亦都曾經咧同大家開箱過好多部 3D 打印機。原因咧就喺10年前一個機緣巧合咧，卡洛斯咧認識咗創想三維科技嘅劉輝林先生。咁佢今時今日咧已經係一個擁有3000員工嘅企業嘅老細啦。而劉總咧發覺咧，卡洛斯係最近呢幾年咧冇再接觸到新品種嘅 3D 打印機。於是咧，最近咧，佢就邀請咗我去參觀佢喺深圳嘅總部啦。而喺呢個深圳嘅總部咧，佢有一個展覽廳啦，展示晒最新嘅一啲產品啦。劉總咧亦都好詳細咁介紹每一種產品而家嘅新嘅技術，仲應承咧讓卡洛斯可以帶啲學生去參觀同埋學習添。臨走嘅時候咧，劉總咧仲應承咗會送一部新嘅 3D 打印機俾卡洛斯，讓卡洛斯咧可以同粉絲分享下。咁今日咧呢部新嘅打印機就送到嚟啦，卡洛斯咧會同大家一齊去開箱嘅。開箱嘅過程一如以往，嚴密嘅包裝之下，所有有用嘅部件同埋零件都放得好整齊，絕對唔會揾唔到嘅。而現代嘅 3D 打印機咧，基本上都係一體化噶啦。開咗箱之後根本唔需要安裝，最多就係拆塊玻璃蓋出嚟冚下機面啫。我喺工作室嘅窗台咧就啱啱有個位置可以安放呢部 K2 Combo。雖然話整機已經安裝好晒，但係打印之前咧仲有啲嘢要做嘅，例如先要移除呢兩個絲桿嘅固定件啦。此外喺打印盤嘅兩邊咧係有4口用嚟固定2set軸嘅螺絲嘅，我哋要取出6角扳手，將呢4粒螺絲擰咗出嚟，咁2set軸先至可以運作。打開機器嘅上蓋，撕開黐住觸摸屏排線嘅膠紙，然後將條排線喺個窿嘅位置就伸翻出嚟，將排線插入觸摸屏嘅插口，然後再將觸摸屏扣好喺呢個位置，主機體就已經安裝好啦。接下嚟咧就要冚翻個上蓋，然後將 CFS 組件放喺上面。CFS 咧全名係 Creality Filament System， 新一代嘅多色打印機咧都會有類似嘅組件噶啦。機背後呢條雪佛龍管咧，好明顯就係入耗料嘅位置啦。但係由於呢部打印機咧最多可以同時接4個 CFS 進行16色打印，所以必須要將呢個緩衝器用2粒螺絲咧收喺打印機背後。睇下你嘅配置咧，有好多個雪佛龍管嘅。我哋根據膠袋面上面嘅指示，逐條駁好佢。第一條咧就由緩衝器嘅出口接到去打印機嘅入口。第二條咧就由緩衝器4個進口裏邊嘅是第一個進口接到去 CFS 嘅出口。最後咧仲要將2條通訊線連接好先至用得嘅。其中一條較短嘅咧就由 CFS 左邊嘅接口連接到去緩衝器。較長嗰條咧就由 CFS 右邊嘅接口連接到去機身下方嘅接口。嗱，就係嚟到呢刻咧，所有接線已經完成噶啦，跟住咧就可以接好電源線開機試機啦。開機之後咧，我哋可以一齊留意下個顯示屏。第一次開機啦，有好多嘢係要設定嘅，例如開始嘅時候要選擇語言啦，然後咧就通過一系列嘅提示，之後咧就要進入室內網絡嘅設定。仲有就係時區嘅設定等等，設定嚟到呢度咧，打印機就會進行一個詳細嘅自我檢測。呢個時間咧，如果你留意下 CFS 組件嘅顯示屏咧，佢都顯示緊儲存材料嘅溫度同埋濕度喎。因為耗料潮濕咗咧，係非常影響打印質素嘅。當機器繼續進行佢嘅自我檢測咧，就會嚟到調頻呢個環節啦。嗱，以前我哋用舊式嘅 3D 打印機啦，就要手動調頻嘅。嚟到而家咧，調頻已經成為咗一個又精密又準確嘅自動化步驟啦。雖然呢個步驟咧非常之耗時，但係你會見到個噴頭咧游走整個打印台面，去每一笪地方咧收集高度嘅資料，你就會知道咧之後嘅打印會更加精準啦。調頻之後咧，機器仲會順便做埋呢個固件嘅更新。好啦，要進行打印咧就要放入耗料啦。如果大家有用過以前嘅 3D 打印機咧，一定會見過呢個耗料架嘅。但係由於而家我有一個可以放4卷耗料嘅 CFS 啦，就根本唔需要安裝耗料架啦，只需要將4卷不同顏色嘅耗料放入去 CFS 就得啦。而當你將耗料嘅末端插入去相應嘅雪佛龍管咧，耗料仲會自動被捲入去添。當4卷耗材都放晒入去，呢個時間咧，你去屏幕按第2個 menu 再揀耗材，你就可以喺屏幕上面咧將4種耗材嘅顏色咧去設定噶啦。有啲耗材，例如呢卷黑色嘅耗材咧，佢自己有 RFID 資料 ，CFS 咧會自動認出佢嘅材質同埋顏色。至於其餘3卷冇 RFID 資料嘅耗材咧，其實佢嘅材質同埋顏色咧係我喺呢個畫面度用手動輸入嘅。而輸入晒4種耗料嘅顏色之後咧，將來用電腦遙控打印咧，揀顏色就會方便好多啦。
但係依刻我哋試機咧，最方便都係喺檔案 menu 裏邊揀跟機嚟嗰3個檔案。嗱，第一個檔案咧就係一隻4色嘅船，就啱啱會用晒4種耗料咧嚟印出4個分層嘅。按下呢個綠色嘅掣咧，就會開始進行打印啦。打印嘅過程咧同老式機冇乜分別嘅啫，但係咧就速度比較快啲。而比較有趣咧，除咗打印隻船之外咧，佢會喺打印盤嘅後方咧印出一個叫做擦料塔嘅東西。就咁睇咧好似冇乜用，但喺每一次轉顏色嘅時候咧，個噴嘴就會利用擦料塔將噴嘴上面多餘嘅耗料擦乾淨，然後先至打印新嘅顏色，咁就唔會整污咗新嗰一層啦。仲有啊，每次換色嘅時候，噴嘴就會將之前多餘嘅耗料咧擠成一個塔咁樣，然後喺機嘅後面噴翻出嚟，都幾有趣噶。而由於每一次換顏色咧，都要花啲時間去擠走之前嘅耗料，所以印一個多色嘅物件咧，所花嘅時間咧要耐好多嘅。好似呢隻咁嘅4層顏色嘅船咧，都印咗成45分鐘以上。但係當印翻單色嘅物件嘅時候咧，我覺得而家嘅打印機啦係快過以前打印機好多㗎。好似而家大家睇嘅呢段片段啦，其實就打印緊一個用嚟喺打印台上面鏟起物件嘅工具。咁呢段片段咧係冇加速㗎。大家應該可以觀察到咧，個打印頭嘅速度係非常之快嘅，而打印咗出嚟嘅工具咧都係幾好用嘅。當然啦，有陣時要將打印物件除去咧，又唔一定要用個鏟嘅。今日咧就用咗一啲時間咧，同大家咧分享咗呢個 K2 Combo 嘅開箱，亦都嘗試咗咧用跟機個3個檔案咧去打印一啲物件出嚟喎。令我覺得咧呢個年代創想嘅打印機啦，其實喺嗰個安裝啊，以至於調評啊，所有細節方面咧，都係做到好盡善盡美噶啦。另外咧，可能由於材料嘅改進啦，同埋打印技術嘅改進啦，出到嚟嘅效果咧，亦都係比以前咧係精密好多嘅。但係咧，今日我哋只係用一個現成嘅檔案咧做彩色嘅打印。照我所知咧，將電腦咧連結咗打印機咧，個玩法咧仲更加多姿多彩嘅。咁卡洛斯喺呢度咧會多啲去研究呢部打印機啦，再睇下喺屋企啦或者係日常生活中咧有啲乜嘢可以應用到佢嘅。好啦，咁今日啦我分享到呢度啦，我係卡洛斯，喜歡我影片嘅請你訂閱、加讚同分享出去啊！拜拜。